3000，大熱都跳嚟跳去啊！暫時係12。好啦，一開就幸運星球少少慢啊，咁啊褪咗落去包尾個位置，仲係隻掌聲㗎。前面快㗎嘛，鼓浪晴天啊快閘啊，咁啊出閘唔快嘅幸運星球搶翻上嚟喎。出邊啊星河小尖望一望佢哋做咩啊？喺第2位啊，第4位嘅嘛，仲有隻神州時代啊，第5位就超越名區內欄，第6啊藍眼罩係逐夢年代啊，第7位白衫白帽就金匯星星啊，後邊5匹馬掌聲內欄尾5啦，外邊係烈火駿馬得佢走3踏啊，尾4啊，尾3就滿月啦，尾二位置係金髮銀髮，暫時殿後發光發亮嚟㗎。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就鼓浪晴天帶啦，外邊啊星河小子啊，埋欄第3位有幸運星球，第4位藍眼罩嗰隻呢有神州時代啊，內欄進佔第5啦，另一隻藍眼罩㗎嘛，黃帽就係逐夢年代啦，隔離拍住有超越名區啊，跟住個第7白衫白帽中檔係呢隻金匯星星啊，內欄啊掌聲啦，後邊4匹馬烈火駿馬大外檔，尾3呢嘢滿月啊，尾二粉紅眼罩金髮銀髮包大尾嗰隻呢就發光發亮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咁啊前面佔先嘅馬呢，幸運星球的佢轉腳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呢，有星河小子啊白衫嘅中檔上有神州時代入邊追逐夢年代，外邊上緊金匯星星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幸運星球透出咗逐夢年代逐步蠶食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隻金匯星星接近終點排個靚檔，終於都贏啦！逐夢年代啊跑第2名，幸運星球金匯星星啊第3，第4名係神州時代啊。結果今場賽事用腳比較正路啲啱啲，逐夢年代排個靚檔贏啦。兩隻入直路都夠換腳嘅，埋邊幸運星球，出邊金匯星星分別跑第2同埋第3，第4名係神州時代啊。布文咁啊，今日有馬贏啦，贏隻好分啲嘅呢隻14倍嘅逐夢年代喺裏邊真係揸車咁樣捐上嚟啊！有一穿上嚟過晒，跑第2啊，12啊幸運星球啊出閘慢咗少少嘅，第3名啊臨尾原來佢大熱啊，落到29蚊嗰隻金匯星星跑過第3，咁啊跑第4呢一隻嘅7號神州時代差啲啊！